失败苏元帅麾下，史定山故意9风度日，借机起行，率领大军离开锁阳城，往汉江关而来，行至罗浮率军主动，所以战船不发渡江，只得在汉江口炸下营盘。但史定山帐下兵多将广，罗浮只能守不能攻，要破动军，要望苏元帅自行设法，汉方是必败顿收。禀元帅，外面有一队道长要求见。红来。师弟，呀，你一个做官，连这个三兄袂嫌。原来是师兄，师兄，请坐。师兄，多年不见了，是安怎突然间想要看小弟咧？兵多纷游四海。听讲你为着要对付史定山，四处伫咧聘请能人贤士，所以特地来帮助你一臂之力。哦，师兄，你真是有办法，对着史定山。啊，简单的代志，你看，凭我这队的铁板。就会当互伊史定山所有的兵马片甲不留啊！这对铁板乃是一顿铁的精英，经过千锤百炼，这就是刀枪剑戟的极星。哦，哼，唔相信，你捡起来，我当场试互你看。好。好。竟然一个小小铁板大人有这个遮大的威力，真啊！这药也是阮师金刀圣庙予我的刀伤药，无两工啊，你的伤痕就会好去啊。真是了。多谢多谢。客气啦。是讲今年啊。啊，今仔日吼，人换倒转来讲，是我这倒一好着伤吼，你敢会参像伊安尼甲我膏药啊？你哦，免想。差哩多，是安那恁若对落骹贵比咧对我搁较好？因为父岁就是真伯公仔的下辈，甲过身的真伯父是兄弟相称，世家真家是世交。啊！你是基盘山落来呢？恁本大小姐甲你才无这个交情。对。下到交情无够，你听有无？今年啊，安尼就是你唔对啊。虽然讲吼，世家甲因真家都是世交，当阮小妹是恁兄嫂，敢会用算讲是外人哟？若阮大嫂，我当然会敬爱伊，佮照顾伊。若阮大嫂因迄个阿兄，伊阿兄就是我，是会安怎啊？以后伊自然就会娶某有我，然后甲照顾啦。爱问问。来，听到？安尼你听有无？你以后若娶某，恁某就会来照顾。甲恁某是啥物人？这说落去。就爱看你的福气。
铁板道人，伫咧担忧啊心。其实本岁心肝内担忧的不只是有伫铁板道，嘛只是担忧。我知影，伊免讲我会当面对。皇上要倒转去的时阵，也阁命你继续征西，可是汉江关又阁无法度通好攻破，平西又阁受了阻碍，苏波洞又阁得到铁板道人来相助，这也莫怪讲你心内伫咧担忧。你讲是无毋对，但是本岁担忧，你是无法度通啊面对。是毋是爱我来甲你猜一个你的心事？对我就是汉江关，下山就是青龙关，龙关的兵马坐来还，当赢武林的心团。夫人真为平凡你哦，看破我心中的问题，所差聪明就是你啊，平西大军断成地。切莫看轻苏波动，伊早着有意利用汉风，汉风毋轻受利用，我受关节只受不公。中山今日只在前啊，现这竟是一个来愈空明，请教见解如何治成啊？如何治处向西一番千件心空讲，请教两字我是毋敢当。梁比将军早着意料，逃出铁板为国骄。夫人讲得一点仔都无毋对，本岁正煞有这个意思。只是铁板道人现在看中迄个铁板视如珍宝，若想要侵入青龙关偷摕铁板，便毋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，毋知该并何人前往呢？万岁，互我来去，你想啥款？你家一个人要去青龙关偷铁板？是啊，元帅，我凭我这身的轻功，冒着性命的危险，要来去偷摕铁板，也毋过安怎样呢？是讲吼，我若来去偷摕铁板倒转来，你就要将我一个条件。是啥物条件？你讲。是讲这我若讲出来吼，你一定会讲这你无法度通做主啦。嘛讲我知影你上少会当做主一半。到底是啥物款麻烦的代志？你讲看卖啊！我就爱你亲口答应我，安尼我才会放心嘛。哦，哈哈哈！好好好，
我答应你就是，什么代志紧讲。安尼吼，我若是来去偷摕铁板倒转来啊，我就是爱你将恁小妹嫁互我做某。李嫂，你逐早起拢伫遮，伫咧练管乐哦。是啊，李嫂，你甲我教一个啦。袂用的啦。我这气力是身体呢，我哪会去教？我要来陪老姑婆。嘿，李嫂，你。我今年啊，你有哪想要做炮后女英雄？免你管。今年啊，无啦，我是方元帅的命令吼，要来去办重要的军务呢。是讲我要去的进前吼，要大声来问你一件代志嘛。问啦。我是讲吼，感觉你阿兄伊足缘投的咧。啊，若甘愿去娶迄个陈金定吼，遐尼歹的查某来做某，伊的心肝内毋知会感觉怪怪的吼。诶，啊，这敢有你的代志？你毋是讲有我的代志啦，我是感觉讲因两个吼是足无适配啦，所以我毋则挑工要来听你的见解。好，你真足听。好，我洗你强听。讲恁嫌歹也无奈，大哥看伊是美人态，夫妻无了多恩爱，姻缘是用错。娶歹某是无要紧，啊若歹人娶水某，毋就应该。什么应该，不啦应该，多说无听为何来？流言将你配啊乱哄。山猪听有无？看安尼你也甲我骂到较歹听。妈你，还阁嫌受伤的啦！七早八早倒才甲我啰嗦几工，我要想我要甲你扒两个下。哎呦，我无对。人讲拍就是疼，啊若骂就是爱。看起来吼，我甲金莲差不多强强伫要有缘的款咯。你这就伫要去青龙馆偷铁板是？是啊。我想讲有一件代志吼，要拜托你。落骹鬼啊！你较莫来咧啦。当阮是吼对鸡搬山落来牵恁即落细狗，也无啥物交情啊。因吼，你听我讲啦，这件代志足简单的，拢袂麻烦，也免互你加行一步，也免互你加讲一句话，甚至吼，已经镜头嘛免养者。我教你，你是要叫我安尼甲你斗相共？
你若去到迄个青龙关，无看到挑元哦，就好啊。伊也若有看到哦，拜托你加甲看两个啊。然后咧，安尼就好，敢若甲看就好。干咧，你叫我家己看要创啥？我若将伊的形影拢家记在心肝内，佮对我有啥物路用？袂用哟，领导，你要哪会用个将迄个挑元我的形影记喺心肝头的？哎呀，你免紧张啦！你若是讲叫我家己记吼，我有哪无闲通家记啦？我的心肝内敢若记一个，都已经记到强要无够，搁记遐济。落下鬼啊！你到底拄则叫我讲做到遐尼济代志，是啥物意思？我哪还听无啊？这你也毋捌咯？系啊，算唔知咱两个就是好朋友。要你若甲挑元我加看几个啊，就算讲是替我来看的嘛，吼，就敢若我伫咧看的嘛。我若看伊，就敢若亲像你咧家己看。对啊。也若安尼，我咧食饭，毋就敢若亲像你咧食，你腹肚就袂枵啊啦。吼，我若咧喙焦，我啉水，就敢若亲像你啉的，你有哪袂喙焦？吼，我若咧困，就敢若亲像你困的，你有哪免困啊？我若伫咧行路，安尼忝到要死的，你坐在军营的内底，就有哪会流汗啦，对毋？莫安尼啦，莫安尼啦，凊彩莫讲遐个啦。兄弟，你一定爱甲我帮忙就对啊。也我吼会感谢你一世人，我袂阁耽误你的时间。你赶紧上路，我预祝你吼头铁办成功，拜托啦！我落下鬼啊！嘿嘿，我对四金莲吼冒着性命的危险要来去偷铁板，就已经有够痴情啊！想袂到世间竟然还阁有迄落比我大一号较痴情的人啊！哼，我的标法若练成功，恁今仔无法度报仇。王老师啊，怎样嘛？你还搁咧练表啊？我真怨恨伊，后摆伊若是搁互我撞着，我绝对要出一口气。因是啥物人啊？一个是四平山，一个是真汉啊。哦，王老师啊，你怨恨四丁山，是因为你阿姐死伫伊的手中，要嘛迄个真汉，你恨伊又搁是为虾米呢？哼，迄个落卡鬼！伊写起我一束的头章，我绝对袂原谅伊。后摆你若要搁踮我面头前，搁讲这个话，我赶快跟你无客气。
惨了！哎呀！